狡兔三窟。戰國時代，齊國孟嘗君嘅門下有一個叫做馮諼嘅食客，佢代孟嘗君去薛地收租翻嚟嘅時候，孟嘗君問佢：先生咁快就將所有嘅欠租都收翻嚟啦？全部都收晒翻嚟啦。咁你幫我買咗啲咩翻嚟啊？公子唔係話過要買一啲屋企裏邊冇嘅嘢咩？我睇公子屋企裏邊乜都有，就係冇咗義，所以我自作主張同你買咗義翻嚟。孟嘗君聽咗之後覺得好疑惑，就問啦：買義？係啊，我喺薛地當眾將所有欠租嘅單據全部燒晒，嗰度嘅居民個個都稱讚公子你愛民如子，仁義可風。孟嘗君無可奈何就話啦：算啦。後來齊王免去咗孟嘗君嘅官職，佢只好到薛地居住。哦，原來你當日為咗我去買義係有咁樣嘅用處嘅。狡猾嘅兔仔會為自己準備3個藏身嘅竇，咁樣先可以避過一啲殺身之禍。而家公子雖然擁有薛地咁樣藏身嘅地方，但係仲未可以高枕無憂。等我為公子多準備2個藏身嘅地方啦。經過馮諼嘅部署，先有梁王再三派遣使節嚟到禮聘孟嘗君做國相。後來齊王聽到消息之後，亦都請孟嘗君回國做國相，仲答應佢嘅要求喺薛地建立咗宗廟。結果孟嘗君就翻去齊國做咗幾十年嘅國相啦。